Okay, let me share my screen. 好来 OK，台语八个声调吼，就是车车车车车车车嘿车。嗯，OK，would you like to try maybe four 四个请来哈，four 请四个问你可以先说再一次吗？我还听。我来一个一个来好了，车 OK，嘿车嘿车嘿车。嘿 Okay, these three and four actually I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OK，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的 accent 哈，这两个太接近了，所以我的 accent 分不出这两个。但是我只 OK 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短的音。OK OK，我上次有讲第四跟第八叫做入声字，第四跟第八为什么它的那个 tone，它的那个 accent tone 不一样？你看 OK，它不是放在上面，它是用后面有一个 H，所以你哦看第四跟第八都用后面一个 H 或者是 PDK 了啊哦，，depends 换你什么字啊？为什么？因为所以 它要表达它是很短很短的字，很短很短 OK，的字，下一个 故意要 H 就是 把 PDK 是最短的。PDK H 是不同的发音方式。比方说 CHHEP、CHHEK、CHHET，这都是第四声。OK，对CHHEH 或者是 CHHEP，但是上面这个一条直线，一个 vertical 的一个bar，不叫做 bar，一个 column。哦嗯，对，这，OK，是第八声，所以第四声跟第八声它的差异它的同样的一点就是它们都很短很短很短。第 OK，三声就比较长哦，所以这是要长切，，OK，这是嘿切，嘿，哎哦，OK，哎切，嘿哦嘿嘿，对，这是把，把这是比，笔，哎所以这是这是高的，这就比这嘿是这是短的嘛，切，这是啊，切，切嘿切，对，就差这样而已啊。那我们，OK，再一个一个来，哦，切嘿切嘿切。嘿哎like hey，like 嘿的，hey 啊，嘿所以是嘿嘿you have to say hey，you cannot 呃你不能 lazy 哦，你一定要把它那个音字就这样念出来，就切，，OK，哎切，嘿OK 嘿 OK，所以就是切，嘿嘿切嘿，OK，这是切嘿哦，切切嘿嘿切，嘿哎。而如果你真的记不起来，你会不会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哈哈，我 Let me 我 check，不太会，对let me see，哆来咪嘿切哆来咪，呃，嘿嘿啊，切切切切切，嘿嘿呃，I don't know，如果这个是嗦切切切咪，这个可能已经咪了啊，切切反而比较高上去，切。I don't know how to anyway，就是嘿不要紧，你起码学袂起来不要紧，it's okay today you cannot pronounce it accurately it's okay，今仔日你就知影就好，你练习看卖哈，切，OK，切嘿嘿切，嘿切，嘿第三切这是嘿这是切嘿 no 嘿刚才是切。嘿
我知道，因为你听不出来，所以你也发不出来，因为你听不出我不一样。OK，我觉得你讲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得出来，但我你自己不能自己讲，对，自己voice 哦 control 很烂。，OK，那就要只好练习了。比方说，腮后把开鼻火啊，把笔，OK，哎，腮后把鼻，搞开到火唱落，哎，来先练习四个了哈。腮后把鼻，开火把笔哎，对，哦，这就是一二三四，腮，OK，后把鼻啊，搞三，OK，过来五高六七八哈，五六七八，搞高告高高平告哈，高告唱秋落落诶，搞高高唱落秋落诶，搞唱落高高秋落诶，对，搞是要往上，你看它也是一个好像一个 arrow 往上冲，有没有？所以搞要往上冲上去，搞高诶，对，搞高诶，唱落秋诶落落啊落，OK。啊，你若会晓讲话，你若会晓讲几，你 if you can say a whole sentence, we can make a 嗯 sentence in the eight tones. OK 是，呃叫做三倒裤看人的脾气，三就是 cloud，倒就是 short，三倒裤，OK 裤就是 trousers or trunk，你穿的的三倒裤看，看就是 wide，人为偏嗯激 一 Sometimes people use these words, the whole sentence, to try to memorize the eight tones. 三，三哎，三我大概用这哈，我看卖我要哪用翻译的。三三退五瓜狼诶 I want it to be 白话字，哎，哦，OK，三对五瓜狼诶，let me copy and paste here. OK，
嗯嗯对，三就是第一条嘛哈，对，三底裤看对，空瓜狼，哎，一，一，天地，诶一，地，地，诶，地这意思就是 the man is short, the the trousers or the short, the pants, the pants the pants is wide, 人未偏的 the man 三底裤啊不是 the man is short 就是后边哈，头前三底裤看是三底是 the shirt the clothes the clothes, okay. is short 三底啊 the pants are wide, the man is short, his nose the nose is straight. 哦 OK，，OK，所以这意有思拢看有逻辑。无吼？三底裤看人未偏低，就是三就是一二啊三四五六七八八个音哦，就是，OK，台语的八个音就这样念法。你如果忘记了，你就把这个念出来，你就会想象哦，原来这个是第几声这样啊。OK，OK，对，こ对，こ夸狼，哎，偏低，一，一，一，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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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夸裤裤，こここ哎，不要紧，こ你今仔日学安尼就已经足厉害啊哈，以后绝，OK，对会搁学着哈。I will save this file. I will send this file to you. OK，thanks。Save browse desktop temp. OK. Save. 对，三底裤看人会偏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技能三四五六七八，就安尼八声调，或者是西好白比高比高唱较落，咯，诶，切啊，right? So it's just like a song. So only 8 words and you make a song. So 你就甲这条 song 这条歌甲学起来，你就会晓大概会背声调哈。OK，After you learn this song of 8 words, then you have learned. Then you will know what's Taiwanese 8 the sound。called. OK，OK，好，咱转来遮，转来圣经遮吼，为什么讲对遐去，我唔袂记啊，不要紧。I forgot why we go there 啊，圣经以赛亚，你那个时候在跟我分享，嘿，就是中 CHHEH 的意思，对对对，就是写学是 哎 EH 第四条和第一条，哎吼，这第一条，切切哎哎，，OK，嗯，亲像就是 as 第亲圣像经，亲像哦。亲像亲像就是恁两个足亲像you two 像 looks so similar to each other，就是亲像恁两个足亲像，OK，亲诶像 or as 诶 as it is or like 亲像 like OK，伊亲像足忝诶，伊亲像破病，he looks like he is
sick，伊看起来亲像破病吼，亲像看病。破病的 sick 啊。OK，破病，来学这个词啊。啊，PHOAH，哎不对，唔对了哈，PHOA 第三条边 PINN 第七条啊。破病就是有病啊，就是生病 sick，he sick，伊破病哦。破病生命 means 破病生命。破病生命forget this，破病不及故就是生病很久了哦。OK，破不及故哦。OK，这以后再讲，你就知影破病就是 sick 就好啊。OK， OK，这个转来，这个归起来，这个归起来，这个老，这个好来。先伫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哦，亲像伫先伫以赛亚的册所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所记载讲，讲讲我找我的我这我的暑假暑假伫假你的地前，理冰墙诶，来修正你的路，来修建列路。就来修正你的，来修整你的路，来修理整理你的路哦。OK，which shall prepare thy way before thee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prepare 我一下是翻做修正啊。好，咱来看一下红河圣经安怎翻哈。叫代言人，代言人就是先知啦哈，就是先知。代言人，代言人你有听过吗？没听过哈。我完全没有。不要紧，的代言人就是代言来我写你看哈。用册台语可能有代言第五条，人第五条。OK，代言人就是代言人，a 代言 prophet 人 or a spokesman。，spokesman prophet。OK，哎，OK，代言人哈。代言人。OK，叫代言人叫 prophets，以赛亚哈，以赛亚就是刚才以赛亚哈，相关名哈，以赛亚叫 prophets 以赛亚的册。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所记载讲什么呢？说记载说，这个是华语的说哈，就是讲哈。OK， 讲上主讲，应该是讲吧？这个 typo 应该是跟这一样哈。上主讲就是上帝说嘛，啊，上帝说上主讲，主讲。我主是就是上主就是这个，等下哈，上主。SIONG 第7条，主 CHU 第2条，这个叫做上主、上主上主 OK， 把这个办叫做上帝啊。上主讲，我要差派我的使者，我就是我是即嘛台语即嘛伫台湾，大家拢较袂晓讲拢讲我 BEH，
DH，诶哇，OK，这是不同的腔调，然后 the different 呃没有那个嗯，是发音不一样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dialect。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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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哎，诶，是，袂即嘛拢讲袂啊，其实袂是我，还记不记得漳州腔？上次说这是其中一哦，种腔，对对对嘿，对，是我们漳上礼拜州腔，是你一直跟我呀说的，呀呀，漳州腔是在南部 South，所以这是南部腔，啊，这是在喂，北部 B 哦，这不，是北，这是北部腔哈，啊，我就是这种腔，我就是讲 B 哦，你无要你袂无，你无啊你无，哦，哇，伊这个袂的意思就是要了哈，哦，哦，哎，OK，啊，所以来看圣经哈，讲我要车牌，我卖就哦，是，或者对，是这才是南部腔是我卖哦，我要哦，喂，车牌，车牌就是车派，嘛，我车哦，哦啊，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红皮圣经特别啰嗦哈、它又它除了车，它又多了一个派哈、所以车牌，OK，就是车啦哈、一样意思哈、就是圣这啊，派，车差派哈、差派车牌派，OK，我要车派我的暑假我的暑假诶，我买什么 Messenger Messenger 哎，我的暑假暑假在你的头前大力的讨真就是伫你的面前，这是一样的意思哦姐哎，，OK，你的面前就是你的头前，面就是 face，讨钱头就是 head 啊，所以 哦 before the face 跟 before the head 是一样意思嘛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头前，拢是面前，都是 before 了都是 ，OK，in front of you 了or before you 啊D 就是大多少呀，D 就是呃表达位置的副词the adverb to show where the location 是 D，like 地在 or in 在 at 就是 D at OK 啊，底例的变形就是 at your in front of you 啦，in front of you D 啊大嘛是在你的头前红旗要做什么呢？在你的面前要干什么呢？是做开路先锋开路先锋你看这边的翻译是来修整你的来路，修前哦来修来修整你的路来修整你的路，来修整你的路。你看哦巴克雷版完全照 the original Bible 的那个用字来翻译，来嗯修整你的路。可是人家就看不太懂啊。你什么叫做 "I'll send my message before thy face, which shall prepare thy way"？prepare 还可能还比较懂来修你的路就有点不太懂要干嘛。那你看这边，OK 他就翻得很清楚的说，我派的那个 message 要干什么？他要做你的开路先锋，the one who 开 show 罗 you 先的锋，或者是 in Chinese 或者 in Mandarin Chinese 或 in Taiwanese，最开罗先锋是一个很确定的意思，就是而且是一个很 clear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会在你的面前帮你排除所有的困难。The one who will go in front of you or go ahead of you, try to solve all the problems. OK，Yeah，就是比所以较开路先锋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会我听过帮你排除困难，like a
推土机，你知道推土机吗？我一我不知道下子忘记，推土机。哎，like 推土机，bulldozer。哦，OK，就是 开路 show you 先 like 锋，clear 哎 the path。开 OK 呀，OK。开路先锋就是一个 pilot or a bulldozer who will get rid of any problems or solve any problems, fix anything in front of you。这个 OK。就是开路先锋哈。所以你看这个红皮圣经的翻译都就是，他就直接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这个已经 kind of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Bible 的用字了啊。Original Bible 的 wording 是来修正你的道路，来修你的路来修啊。正道路。OK，那你今天也学到巴克里版圣经跟红皮圣经翻译的很大的不一样，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非常非常嗯，大的不一样啊。但是你都可以学到台语了啊，在这边这两本书你都可以学到台语啊。开路先锋就是开路先锋，开路先锋。哎，我看我们要去查有法度无哈。开哦，路，哎，对，KHAI 开路开第七喽，条，嗯，哦，开路，哦，开喽。OK。对，先锋，哎，等下，开路是啥物？我看嘛有英文版无？没有。先锋 SIAN 锋 HONG pioneer，哇，这个 OK。我讲哦，先锋先汉先汉字哈汉字汉字先锋就是 forerunner or pioneer。pioneer。OK OK，this is 开路先锋哈。OK。OK，哇，已经9:34了，我今天超过时间了，好吧？诶，我看嘛呀吼，今仔日爱互你学的至少一个比较好玩的哦，好吧？今仔日来学动物啦吼，来，Let's 动 go back to the ad animals 哦，这个哦，动物。OK OK。这呀个动物。OK。，OK，狮就是 lion，狮，呆对，呆。Let's check，我想可能没有什么词是狮，Let's check，狮，嗯。OK。嗯，OK。你有看过那个 Lion Dance 吗？哦，有看过了。嗯哼，OK，Lion Dance，我们叫做狼腮，狼山。哎，OK。狼山。你看这边有没有 LANG 的7条 SAI？OK，狼腮就是舞狮哦，就是 武 Lion Dance，士。哎，狼腮狼山。OK。山。OK。，OK，狼腮为什么我要教你这个狼腮呢？Why I teach you this? Because 狼 is a very useful verb in Taiwanese。山。OK。Okay, let's check what's lang. 狼
人就是我看人在伫遮哈，狼呃，，OK，人就是人戏人戏弄，你知道什么叫戏弄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哈，来戏弄就是比方说，诶，你看到那个小孩子很可爱，那你就故意逗他，结果呃故意有点欺负他，就是故意，比方说拿一个糖果给他，就他要拿的时候，你就把它收回来，这个就叫做戏弄。啊，别的 OK，OK，呀，这个就叫做，耶哎，这就叫做，OK，OK，戏弄哈，戏人哈，大概叫做戏人哈，所以就是伊朗戏人。，OK，啊，所以人师，为什么叫做人师？Why it's 狼 called 人师？Because it's like you are trying to tease the lion. I guess in English is tease. ，OK，Yeah, let me try tease. T-E-A-S-E. Yeah, 逗弄哈，有没有？弄什么？多弄哎，逗弄就是这个人哈，多弄哎，所以华语叫逗弄啊，就是人，台语就一字，台语就一个字就好了，叫人哈，所以，OK，人就是 tease，L 狼 A N G，，LANG，OK，我应该 copy paste，人等于 tease，OK，OK，所以或者是独角公戏人哈，伊朗戏弄啊。伊弄伊朗伊朗 OK，所以在那里腮后把笔第一字腮哈，腮后把笔第一个字诗哈，嗯 lion is not important，but 朗腮 is very important。OK，腮 is just a noun，it's an animal，the lion，nothing，but 朗腮the lion dance 朗腮 the verb 狼朗 is 赛 very useful in Taiwanese。OK，朗就是 ，OK，teeth 哈。For example, 戏郎哈，or mm, let's let's check Taiwanese Thai Taiwan Japanese ，TJ，OK，dictionary，这个会有很多很多的词在这边。嗯，汉字的话，好用汉字找。哇，你看这个 verb 有这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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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 好 page 多，啊，对啊，second page。一大堆狼哈，就是怎么狼法哈，怎么个狼？有些有时候念龙，有时候念狼哈。Let me teach you something 哈，但是好，你不用记得，你只要知道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的就好哈。OK，第一个是这不是狼哈，这无讲音哈，那跳过 skip this。好，OK，let's start from 狼。OK，狼，那你知道什么叫布袋戏吗？哦，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哈、狼狼，布对，袋戏的狼你知道哈、狼，你知道布袋戏吗？哦，知道知道，我之前好像去过海底岛，然后看，哎，这个就是布袋戏啊，这声音把它关掉啊。哦，这个就叫做布袋戏哈。啊，对对，抱歉，你刚才讲什么我没听到。
哦，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先去海底捞，然后看那个海底捞工作人员在跳舞的时候，那我有一个高雄朋友分享跟我说布袋戏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给我们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就OK 这样，OK，所以你知对道什么叫布袋戏哈？就是对，拿在手上的那个，有些人叫掌中戏，就是拿在手上演的哈，那嗯，种 puppy，对，好，OK，所以伫台语讲叫做人布的戏，布的戏那 就是布袋戏了哈。人布 OK，的戏就是那就是 波的 perform 布的戏，perform 布的戏，所以台语会用人啊，因为它是拿在手上把玩啊，拿在手嗯，上玩这样就叫做人哈。OK，那操作就是人啊。啊，好做 第二个就 OK，是人家说“狼”这个字有操作、表演、操作，也有好做调戏。表演，刚才说调戏戏郎有没有？就是 tease 哦，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play，一个是 tease，所以狼有这两个意思，play and tease。那你知是 道 OK，play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很好用，对不对？那在台语嗯，也一样，play 也是很好用的一个字。OK，所以狼呢？哎，让 this OK，There are two meaning of lang. 嗯，One is teeth. The second one is play, or I should say哎play first. You，OK，play is more useful than teeth. Okay. 嗯，OK，For example, 朗报的戏哦，让波的 he，哎，让波的 我下 he，次我下次会用我自己的电脑，就会比较好打台语，然后这个很不好打哦台。哦，这是你公司电脑吗？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没办法打台语，所以我就很痛苦，我就必须要一直在这边请他帮我哇，翻译。OK，布袋戏啊，波的 he，那用手人也布袋戏红啊戏让啊，有没有？波的 他就是 he 啊用这个人啊。，OK，让波的 he，OK，OK，所以 play 啊，人布袋戏，tease 让波的 啊，戏人 he，哈。你卖个戏人哈，你卖个戏人哈，你卖个戏让 人就是你不要捉弄，华语叫做捉弄，哎，华语 OK，叫捉弄。捉弄我把华语也写下来哈，Mandarin。，OK，你不要捉弄那个小孩的，你买戏啦，你得音啦，啊，就是这个伊朗狼啊。所以，OK，，OK，today from 朗塞，你学到一个 very 让 useful 山 word called 狼啊。啊，狼有多 useful，你这边看就知道了，有这么，OK，多。哎，刚才是是另外不小心被我弄掉了啊。好，我们让对家开始看起，哎，让对家开始看起哈。来看有哪些狼哈。嗯这个太久，这个太少见了，我就跳过。，OK，嗯嗯，狼囡啊，就是 tease the kids，意思 狼囡 OK，啊。
嗯，人紧啊，人险就是 take the risk。人险，OK，呃，人险，起码就人狗，人人狗就是 狗 tease the dog。，OK，人 OK，狗，傣语或者是在 Mandarin 有一个叫做懒觉休假，it's very very 人 useful 狗 or 小 very 狗 common phrase. Means you make these two dogs to fight. ，OK，懒觉休假，假就是互相咬嘛，我 bite 就是假哈，懒觉 OK，休假就是你 狗小狗 tease tease two dogs, let them fight to each other. 但是呢，OK，，usually when people say，比方说你的工作上有，比方说你故意让 A 跟 B 这两个人打架吵架，就叫做懒告羞嘎。人狗小狗，OK，听懂我的意思吗对对对，我的，但你可以台语可以说的一次吗？？OK，还听还有一个对，你发音，还有一个对，懒告人羞嘎，人狗小狗，哎，懒告羞嘎哦，人狗就是小狗就是故意让两个人吵架，对不对？懒告羞嘎哦，，OK，人狗小狗，OK，哎，懒剑。朗 game 就人是养就是舞剑，就是拿着 sword 在 play，所以狼就是 play 嘛哈。哦，，OK，朗人球，人朗球就球。是操弄球哈，这个比较少见哈。OK，朗乖啊灰，怪，这怪乖啊灰就是乖，什么叫乖啊？I forgot 什么叫乖啊？OK，怪啊，拐杖，哇所以这是会吗？这不是后吗？啊，刚看的是不是会吗？不是后吗？等一下啊，拐啊杖，拐杖是 crouch ，clutch。crouch。OK，OK，有什么骨折之后应该会对哎对对对对，那个是 OK OK 乖呀哈，那个就是乖呀，那 OK，个叫 crouch 就是乖呀，懒怪啊 乖啊灰是什么意思？懒乖啊灰就是你拿着那个 crouch 在那边玩的，got OK，it？这是呀，所以 play 的 crouch 就是懒乖啊灰哈，哦，怪啊会 OK 也就是 some guys who 他 broke his bones but he still play his crutches just like a kid。就是OK，就是懒乖啊会哈，所以懒怪啊会对，you can use play use 懒 to say play 哈，OK，这个就跳过了，因为这些东西不常用了，我讲了你也听不懂哈。朗铃、朗塞这个懂了哈，狼脸就是 lion dance 是朗塞，dragon dance 就是朗铃狼脸 OK。你知道朗铃吗 Lion ？You know Dance 就是那个，就是跨年的时 dragon 候 dance dragon dance。Dragon Dance 我可能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好来来。Dragon Dragon Dance 它是一个在跨年或是有什么 festival 会做哦，OK OK 呃，OK，那中诶哦，这我没有看那个是朗铃，这我没有看过这个就是朗铃。哎，哦，sorry，没有 OK，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活动嘛some festivals 啊还是 OK ，people 就会朗铃或者是朗塞，people 就会狼脸 lion dance or a lion dance or a dragon dance to celebrate OK to celebrate。OK，OK 所以这就是朗铃，这狼个还是 脸。very simple 的，有些那个铃这个 head 很龙头很大。这是朗年，Let's see more。
就是朗塞，right？嗯，哦，OK，哦，这个是会长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朗，OK，莲，这个龙头，就是龙的头，莲的头，哦哦，就非常大，非常的大。，OK，Oh my God，这个是我记得这个对了，这个一定是那个 military 哈，那个 army 他们里面的阿兵哥，就是里面的 soldiers，他们就会练这个。不是 OK，每一个都会啦，就是他们会出来表演 perform 朗年哦，表演朗年哈，我大 OK，概especially in the 呃 Lunar New Year OK，过年的时阵哈，过年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表演给大家看这样啊，这个 OK，是朗年，朗娘，哎朗年哈，年就是 dragon 啊，朗年。朗喵，朗尿，朗喵就是 you tease your kids 嘛，your cat，the kitty 啊，you tease the kitty，朗喵，OK，哎朗尿，you know people who like to tease the kitty, right? To play with the kitty. ，Yeah Yeah, so Yeah it's also tease, it's also play. So 朗喵 play with the cats. OK，Yeah，OK，朗哦，这个let's skip it。朗塞哦，独角贡的。朗塞是我们已经看，OK，我现在就是舞狮是 lion dance。OK，next page。朗兜跟朗 朗 gam 是一样多，的意思哈，兜就是 knife，you know 挥刀，舞的刀剑，你拿着嗯，刀剑这样 you say 啊 will or what how do you call it？你说你拿个刀吗？是叫 will 是不是？哦，Well，呀，will 不是哦，这个。是那 How do you 个 say? Well, a lion, a knife, or well, a sword. How do you spell it? ，Forge 应 Well, 该是 Forge 吧？应呃该是Forge，你 Well 是比较怎么说嫁入的意思，但做一个 sword 是做一个刀的话，应该不对是不对，可能不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sword dance。No，那的意思，挥舞，swinging，挥，Really? Oh, OK。哦哦，wielding，right？它就是怎么刚才明明又出现一下？哦，wield，哦，wield。OK OK wield。哎 OK ，will，OK。就 wield。OK，so you wield a knife or wield a sword，就是嗯，朗刀朗剑，榔头 OK。刀就是 knife，right？所以 you wield a knife or you wield a sword is 朗刀 or 朗剑榔头榔脚 OK。，OK？所以它有 play，有 tease，也有刚才讲的 wield a knife or wield a sword 啊，朗刀朗剑哦，有很朗刀朗。多的意思 OK。啊，swill 也是有操弄嘛，所以也是有那种，另外基本上有操弄、塞狼煽动，另外从刚才的那个已经有到另外一个更进一步的那种意思了哈，嗯，就是操弄，不要那共鸣啊，我不要换言，操弄，manipulate，manipulate。对，也是一个意思 OK，OK。所以刚才说 tease、perform、play、swill。it's more sophisticated or abstract. It's manipulate 或者是煽动。感动
inside. You know this word? Yeah，就是哇， Yeah，其实我今天中文不知道怎么讲，但是你可以 start a 就 fight 叫做之类的。就叫做操弄，OK，吵闹就叫，OK，stir 做 inside or stir up 啊。OK， up，OK，对啊，所以另外这个字为什么我说 it's very useful from play, perform, swirl the knife to manipulate to incite to stir up 啊，所以弄假成真，这华语也是这么讲的哈，Mandarin 也是这么说，就是朗假显真哦，给选进就是 ，OK，manipulate 朗假显真哦，给把 假就是假的 fake，真就是 real，就是你真假你，OK，你 manipulate the fake things and then it becomes real，就是人假成真哦。OK，哦，拄则讲人教相加，get it？人教相加，not only to tease the dog, actually it's try to stir up or to incite。a problem or something，OK，OK，哦，所以另外所以后面的意思就很多就已经不是那种可以，它已经变成是 abstract，you know abstract，yeah，嗯它就已经是 abstract，，abstract，OK，意思是比较对啊，比较呃没有华语叫做很具体抽象，就是它已经没有 real shape，它不是 physically shape，它已经是进一步到一种呃，它不是 physical 的东西了哈。，OK，比如说，不假讲弄假成真，人告修假，人假成真，或者是弄错，不，就算了，不要的，我看弄险啊，朗险哈，刚才也说朗险就是 take the risk 啊，take the risk，OK，哎，好，朗管拉关这个是他这边是故意念成拢管哈，拢管，以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到这边又变成念拢了哈，反正他就是你还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讲说，在台语里面哈，一个一个汉字，一个这个 Chinese character，嗯通常有两种读音，但是更常见的是有3种、4种以上的读音啊。嗯I like this one，它有 lang，有拉这个有 lang，有 long，有没有啊龙？OK，所以你看，它这边就念成拢管哦，拢管跟朗管是一样的意思，一样意思，而且都可以哈、意思就是操弄权力，操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操弄，叫做 manipulate。所以当你 swill your not your knife, not your sword, you swill your power，就是拢管，就是揽管。OK，所以今天我们就教到这边，后面这就不讲了哈。所以弄这个字还有 manipulate。manipulate，OK，Yeah，啊，比方说，嗯，好，就用揽管吧。关我还是用这个拢管好了，拢管。好，我把那个 Chinese character 也把它 copy 过了。嗯
意思就是will 这样知道意思啊？哎，啊、哦，应该是不我用 s，不用 s。不用，然后 wield the power，wield OK，your power 就是龙管狼管玩，OK，所以这个字有这样从这个最 玩 basic 的意思到这个比较 high 比较 high level 的这个意思，这样 OK，所以，OK，朗塞哦，今仔日你就学一句朗哩哈，真好用哈，very useful word。好啦，今是 天你到家，OK，你 OK。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先 review 一下，我先自己 review 一下。但我看我下个礼拜你觉得可以的话，像看一看，我像学其他就是很有意思的字，就是跟浪一样，就是因为嘿嘿嘿，浪有很多的意思，所以我想学那种的字。可以啊，可以啊。OK OK。你有那，但是你有什么字要？你有手上有没有什么 list 可以有这样的字我目前没有，但我可以，我这一拜可以自己找一下。我上一？OK，拜你可以找一下一些字，我们可以来学，这样就像这样子来学啊。OK，我上一拜有下班之后有空，我就学到只6个 phrase。我放在我放在我们的 chat 里面。看一下，圈，哦，你现在在 share，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能不能看那个 chat。哎，我看到哈，你敢要听哈？嗯，你敢要去？你应该被敢要被来来？你敢要？掐。哦，这吃，不是掐，这不是掐，敢要吃是哈？你要不要我看看。吃啊？你敢要买？你敢要看啊？OK，好，你可以去 collect 这样的，我就可以解释给你听啊。OK，应该没哎，这艺术你拢知无？Do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se sentences？哦，对对，因为我特别造一个就是那种要不要的 structure，要不要去吃，要不要来，要不要就是那种的OK，意思。呀，这对，个 very interesting 哈，因为台语、华语叫做要不要，但是台语不会这样讲，台语都说你敢不？嗯，你你敢不？敢呗？呀，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有些人就说啊，台语是很有学问的，可是呢，事实上，OK，呀，没有错，你敢不就是你，你要不要吗？哎，你敢要，啊，当然汉字不用那个汉。哦，哦我现在看不到你的 screen。哦，sorry，不，OK，打一个不会说你要不要，而会说这个，你就要看到啊。Do you see what 哦 I 哦，我看到啊？看到。台语会用这个你敢不？敢就是 dare，或者是word by word 这样，dare 哦，要就是呃 want。嗯，是你跟 OK，所以我现在每次直接翻就这样，you dare want，你嗯，敢不？所以，你哎，dare，所以你你这样子去记，你这样去记应该可以记得很快。
你敢买就是 you dare 敢 want，你要不要？你，所以这个干理我们下次再看哈。哦，这个干理其实意思今天可以看，但是你不用，我不要写下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字天天敢被干敢嗯敢干呢，就是 advance go to take it，dare 哦，也加是敢诶。It's very difficult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我敢I didn't 我就那次看 GAM 之后就觉得可能是嗯怎么说就是其实我之前没有想到可能有个 direct translation OK, direct translation 就是安尼 dare there OK 敢就 yeah，是所以勇敢的敢嘛勇勇敢敢本来它是 brave right，但是呢，你讲 dare 比较接嗯近这里的意思。You 嗯 dare, do you dare？所以你敢袂是 I want something very 嗯是一种意志非常坚强的，你敢袂啊？所以迭台语等于在台语里面问说，刚才那个 chat 里面我看一下哈，你敢要吃，就是 Do you want to eat？啊，怎么讲嗯哎，所以这个袂就是 want 嗯 dare 就是讲你的 will or will dare 其实就是你的 will，right？OK 所以所以等你讲你敢的时候，就是你的 will。所以不 OK，算是 OK 所以不算是勇敢的敢就是比较要的意思哎，你敢要吃哈？一敢被抢嗯，就是哎，you dare your will What do you want？你敢要吃？所以这个敢你得要去按那去理解哈。这个嗯敢字，你就这样去理解它，它就是 dare，它就是 will。OK，北就是 want，所以 I want to eat 就是我要吃哈。你敢要吃就是 Do you dare to eat？当然不是 dare 啦，就是讲 Do OK you want to eat？OK，direct 安尼 translation 就是你应该让理解所有其他的意思的，因为我现在我看一下，我 OK 还讲了哪些啊？去来买看哈，OK，哦你的 screen 目前干，还有后面还有什么 key？我先去拿水，等一下。哎，好，
嗯，OK，哦，你回来了哈，所以你看，你港北就是这样的意思哦。 ，OK，离港这样北，is it very clear to you？，Yeah, I think so. I think 我觉嗯得蛮简单吧，就是你看北是你要不要，就是，yeah 你 yeah yeah yeah，你港北，你港北，Do you 下 dare? Do you want? You dare want? OK，all right，今天就到这边喽。，OK，We'll 好 we'll stop here. We'll call your class today. ，OK，好，那我我们就是下次咯，下次 next lesson。然后你 collect 一些，you collect some words you are interested in 啊，我们可以一起学。OK，OK，好，我下个那今天就礼拜到这边，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寄给你啊。OK，OK，，OK，好，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